大家好，又係我香洲啊旗艦店白頭佬。今日嚟攞幾台車，呢台車係絲膜嘅，又係要改色嘅吓。到時候睇過兩日睇效果吓。呢台車改色啊，港車已經改好啦，效果非常好啊！你睇個亮度，整體嘅顏色係嘛，花邊包角啊，嗰啲位都得得好靚啊吓。呢台啊，小鵬 P7啊，叫磨砂車衣吓。依家貼咗有幾幅噶啦，嗱大家睇睇下呢個磨砂呢邊貼咗啦吓，質感非常好吓，全部都包邊包角噶吓，有地方全部包邊包角噶吓，到時候睇結果吓。嗱過嚟睇睇呢台，呢台啱貼好噶吓，等車主過嚟攞車，個效果非常好，仲貼一個船浮頂到後面噶吓。都係嗰句話，想跳正品 BOP 嘅改色膜嘅隔熱膜嘅嚟珠海梅華路香洲旗艦店揾我白頭佬 ，OK。